位乡亲朋友，你又见面咯！分享书看今边福起来咧，我是十位。大家都介绍当到秀珍的故事吼，秀珍可能无像特别按偏离，不管係交通啦，不管係樣板型的方式，不過咧秀珍一家有一家的秘密，譬如講，你看到當好看的店面吼，有看到叔伯阿妹門口嘅相哦。唐許嘅動親切，有一件書屋吼，喺哪位咧？喺竹東，看一下相片好冇？你竹東很多華當人文書屋，你啊書屋吼，當貼片咯，你啊貼片地方喺哪？佢門吼係藍色，看到門是藍色的哈，有一個本字，還有咧門一打開來，批到係書香味，還有看到。當地人下個每晚都靠你之話，今日咧作為分享的書屋的主人，我們歡迎我們的華當人文書屋的主人陳彥華。大家好，我是華當人文書屋的女主人陳彥華。大家好。你好。你好。在竹東，你是客家人嗎？我不是，我是台中人。太好了，教你講客家話，好不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陳彥華。陳彥華。这就是你客家的名字，欢迎你来彥華。谢谢。我们第一次见面哦。对。不过我哲伟在介绍很多的书屋的时候，你好像都有看到。今天很开心，我也请到你华当人文书屋哦，我就比较好奇了。我们听到很多在地的书屋，他们都有一些比较。譬如说客家啦，或在地的名字，瓦当怎么会取瓦当？瓦当是哪里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其实瓦当就是中文。然后它是对，它没有之前原住民都以为是瓦当，对我也是瓦当，对，就是泰雅族，然后他说啊瓦当，然后。其实它是因为它是那个老房子上面的一个原件，然后它一个你有看过那个老房子上面它有个圆形的东西，然后它可以承接雨水，对，就是接雨水的那个东西，对。哦，它其实也算是传统的东西，对。所以刚那个蓝色的门有关系吗？我们看到照片上，蓝色门没有关系，可是因为蓝色门其实是我们自己去请装潢师傅在特别做的，那个门的样式也是我们自己去挑选的，那颜色也是我们自己挑的。那你为什么会特别想到用瓦当这个词？因为它其实你看它这么小的元件，可是它的功能其实很大，它可以就是防雨水它滴落到那个我们的屋檐啊或是什么，然后它就像我们的书店一样，它在小镇上，书店虽然是小小的，可是它其实。我们希望在竹东这个小镇上可以推广阅读，然后带来更多的文化气息进来。就像就是功能，元件很小，可是功能要发挥很大。因为它承载的不只是，譬如说我们看瓦当，它不是承载雨水而已，对，它承载的可能是安全。对，而且它其实它有些彩绘，对，它有字上面有符啊，有兽啊，或是什么的。对，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对，就像书屋一样啊，它承载的不只是读书这件事情，对，它可能承载的是文化的传承，对，还有一种情感的交流，就社区居民的交流，或是对，就是它功能，我们希望发挥很大的功能啦，所以就像瓦当这个元件一样。那你原本是做什么？我原本是出版社的编辑。你在出版社？我在出版社跟报社都待过。哦，那你该不会学的就是中文系吧？我就是中文系。其实很难得看到那种就是真的在走自己所学的路嘛，对不对？那中文系不是？我想一下，我中文系不是当老师呢，就是教书，就是出书。你怎么会想要开书店啊？其实我当初念中文系是。它当然不是我最原先的志愿，对不对？然后当老师是我最讨厌的行业，真的假的？真的，这叫墨菲定律。对。然后后来进出版社当然是我的初衷，然后先进了皇冠出版社之后，后来又进到中国时报，就比较大的一个报社，对体系。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先生他本身就是从小在竹东长大。然后我们一直都很喜欢逛书店，然后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从国中开始就很喜欢看文学类的书，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碰巧又念了中文系，我觉得都是一些，我觉得都是安排好的，对，就是一些巧合，对。然后刚好因为我们一直想开书店，可是因为开书店它其实除了你要有雄厚的财力之外，对，因为它
而且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它不会赚钱，对，它会赔很多钱。是，然后你要做很多的，可能就是要很多附加价值在上面，可能就要做一些你要卖饮料啊，或是要办一些活动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考虑很久。对，那你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有去问很多同行也好，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甚至家人，他们应该都反对吧？其实一开始最反对的是我。对，是你自己。对，这是我最反对，因为其实因为我的工作本来在《中国时报》工作很好，然后就是别人会觉得说，哎，很稳定。对，虽然现在可能比较那个 OK 的，对，报职业可能比较没落，但是他其实工作其实还蛮好的。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为了小孩。我就从台北，我就离开台北，就毅然决然就离开台北。对，我就离开台北。那你先生原本是学什么？他就学理工的啊。啊，是理工。对，我们是同个学校，但是他是学理工的。哦。然后我们就是离开台北之后，后来我到了竹东之后，自己带小孩。然后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文化部它刚好有一个圆梦计划，是，然后圆梦计划它就是可以辅助你要创业的人，不管你要开书店、开咖啡店，就是什么都可以。那我们就写了企划案，对，然后就过了，对。哇，可是这个过程多长的时间啊？就是你从你有想法说，哎，我要来开书店，然后其实很快哎，因为其实，但是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我年纪。有点，其实我觉得还好，年纪大了，没有，真的还好，没有，就年纪大了，然后又觉得其实，在前几年我在开书店前几年，我妈妈她刚好过世，她突然走掉，而且她是突然走了，对，然后对我有蛮大的打击跟一些觉悟跟冲击，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有梦想。就赶快做，我们要赶快去做，对，因为可能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离开这个。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做的吧。对，我们常在讲哦，这个无常跟平常哪一个会先到，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你就去做这件事。那从申请过之后，你总得要找房子，要筹备。那筹备到书店真正开启，这多长的时间？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哎，那也很赶，很赶，因为你还要找书，你还要去找点。对，找房子，因为开始的时候你们应该就是在住家里吧？因为我们开始是租房子在外面，然后我们也一样在竹东吗？对，都在竹东。是。然后因为我公婆也住竹东，所以我们就就近照顾。是。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要在新竹市找点的，对。可是新竹市它的房租贵，太贵了。对，它房租贵，然后你要的点。找到地点我又不喜欢，对，你想要在学校旁边，因为可能这样子我生意又比较好嘛，可是又后来就是找了大概2、3个月吧，就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结果又是因为巧合，在我公婆家隔壁，房子要卖，是你就去看，我就去看了，没想到我们就买下来了，喜欢了就买下来，对，哇。我觉得一连串的巧合，就是表示你真的要开这间人文书屋了，真的是，而且没想到我们开了3年，对，3年到现在哦，这间书屋带给燕华带了不嘛样向，也係講你主動去掠地方，有乜嘅樣向，有乜嘅好搞嘅地方，等下講我轉來，再讓燕華好好的聊一聊。非常真哦，今日福起來搶到係華當人文書的主人陳燕華。大家好，我係陳燕華。你真的很可愛，可是很標準啊！哎，我跟你講，語言啊跟讀書其實是一樣的，就是說它其實是文化的一部分之外，我覺得有些東西是可以被培養跟學習的。就像你在一個竹東客家人很多聚集的地方，它其實也是文化底蘊很好的地方。我覺得你開在這裡真的太特別。我們剛剛在上一個階段聊到說，哎，就在你爸媽的房子旁邊找到一間要出售，公婆的房要出售，對不對？對。你當時去看完就決定要買了嗎？還是說你們有考慮了一下？我們有考慮一下，因為其實它是2手屋，而且它之前是補習班，所以它可能需要又要花一筆錢去整理，去，因為畢竟不一樣嘛，功能不一樣。對，去整理它的話，它就弄得它就比較髒一點，然後就要去打掃。對。所以其實我們考慮一下，就是
这个也是就是考虑钱的问题啦，对，然后就还是决定要这一间了。对，因为其实就近照顾可以跟公婆就近照顾，跟家人对，然后开你最爱的书店之外，小朋友其实也可以跟对都可以就近在，所以就买下来了，对，买下来了。那后续整理啊，然后一直到书店开，其实短在半年的时间。他大概从找房子找了大概2-3个月嘛，然后后来再你整理它，大概再花了1-2个月，它就完全 OK 了。你还记得你开幕当天的那个书店开幕当天的样子吗？其实有点忘记，就是很多好朋友来，然后有第一位客人，他是从台中上来的，哇，对，可是他这3年来都没有来过了。他是朋友吗？还是不是路过客？不是，他就是听到我们要开书店，然后他很喜欢逛书店，他就来支持我们。对，然后也有在地的朋友，后来就都变成朋友。对。那我真的很想问你，后来你开书店也开成了，然后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然后到现在这么3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对。阅读在你的心目中占了几分？1到10分？阅读大概有7分。7分？对，因为我还喜欢音乐。哇，那好，音乐几分？音乐哦，音乐是很难决定的，很难，对不对？对。好，那我问你一个很容易决定的，你老公在你心中占了几分？啊，这一段我老婆会看到吗？没关系，你这段可以让他出去，不要让他看，你可以直接说。很难回答，真的很难回答。你可以问我小孩啊。哦，好，那小孩就10分，是不是？对。所以，但是好，我们撇开这些亲情来说，其实你的生活中就是充满了阅读，对不对？对。你看7分其实很重的比重。对。书店开了之后，对于一个爱看书的人来讲，你怎么选你的书呢？因为书屋嘛，毕竟要有自己的风格。既然是人文书屋，我们就会往哪个方向走？就是朝文学的方向去选书，然后就是诗集很多，然后小说、散文，然后一开始都是先选自己爱看的书为主，然后到我们畅销书，像一般大众文学书，比如像可能像《哈利波特》之类的，或是语言的工具书那些就都没有选入。哦，对，就是最主要是让就是除了你自己喜欢之外，我觉得是让这个瓦当人文书有自己独立的特色。对，所以你今天也带来你刚刚说你喜欢的也好啊，或者是你最近在阅读的东西，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从最近的好了，来，这本是什么？这本是那个吴明老师的《单车失窃记》哦，它这是我们书店卖最好的一本小说，真的哇！然后他在大意在说什么？他大意其实是在讲，他以前类似像战争的时代，就是像越战或是什么战争，对。然后他在战争上描述非常的详细哦，就是战乱时代的描述。对，像大象，还有参与战争的，这样像有些凌望而起在里面。对。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很巨细靡遗的历史记录的故事。算是他以他爸爸的单车失窃来引出一些历史的故事，然后那个时代，还有他以前住在中华商场的那些历史的故事，对，所以他其实是蛮精彩的一部小说。我很有兴趣。对，那接下来这本呢？接下来这本是《邱妙津日记》。我会介绍这本是因为这是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真的吗？对，因为我很喜欢邱妙津。是。那邱妙津的文字，其实有些人会觉得他很感伤，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除了快乐、悲伤一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它是有黑洞的那一面。是。那你黑洞的那一面，我觉得需要，如果是我可能靠音乐、靠文字去疗愈我这一块。那因为我看过以前邱妙津的作品，他在文字上面是比较细腻的，非常细腻。对，他是写的很细的那种。对。所以如果说很喜欢，譬如说暗黑一点的自己的话，其实可以选择他的书来看。但是有时候我们常说玩物丧志，就是我们不能够太投入，而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面对正面的自己。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要试着看，这是最近看的。对，我最近在看，而且它其实看得很慢，因为它其实你看完，对你还要一部分之后，你必须要消化，你必须要休息一下，因为它其实很沉重，对。所以，但是我蛮推荐这一本。而且你挑的书都很厉害哦，不只是文字，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刚好带来都是灰色黑白吗？刚好最近掉入黑洞。那些乘客教我的啊，这是我的好朋友陈夏敏的他写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他其实也是教人生中很多
很多比如说他自己的故事或别人的故事，那他告诉你说，人生其实他除了他也是一样，就除了喜怒哀乐之外，还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滋味，你就要去体验它。对，所以我蛮推荐这3本。然后啊，有2本我觉得很好奇，因为我以前唱民歌，这些你知道吗？弦呐，这是一定要必备的。它即使字很小，有没有？你知道每次固定时间一出现的时候啊，第几集哇，一定要先买，因为新歌都在这里面。对。然后虽然说有时候它有和弦不是很准啊，对，但是你知道它就是一种很重要的纪念，你知道吗？对。现在书店还有这个东西，还是你自己的收藏？这是我自己的收藏。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你很爱买这个，而且拿这个不会弹乐器没关系，我不会弹啊，我就是唱歌，而且我是用笛子吹，很厉害。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卡带，对，卡带这是我的收藏。是哇，我看到还有小虎队啊、城市少女，这些都很经典哎。对，以前我的偶像就是小虎队，是，然后小虎队他有做货柜巡夜，我还有去追星，所以这些卡带还是可以听之外，在店里面也可以听，可以听可以放。我曾经办过录音带之夜。讲到办过录音带之夜，就是你有很多因为书店而衍生出来的艺文活动，对不对？对。譬如说你刚刚说的卡带之夜，对。譬如说你请到你很喜欢的偶像谁？万芳。万芳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是文化，他好像也是中文系吧？不是，他好像是。好，那不重要。我忘记他什么系。我记得他也是文学类的。他是文化大学。文化大学我知道，但我好像知道他的文学造诣也蛮好。我只知道他学过声乐，然后他就是本身也是很爱看书。是。对。所以怎么样的机缘会让你请到万芳？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好不好？好，等一下转来哦。燕华，刚刚我们聊到万芳哈，就是怎么样的机缘，万芳会到店里面去这个做人文讲座的对谈。其实我是抱着试试看的那个心态。真的假的？真的。然后我就上他的粉丝专页，然后去他会有那个就是说工作联络的方式，然后我就去联络他的经纪人。是。就没想到他就有回我，一口就答应吗？我是先邀请他说来我们书店进行一些小型的演唱，是。然后他后来是跟我说，他觉得可能他需要前置作业比较长，或是怎么样，他觉得比较不适合。然后他是跟我说，他想要跟那个人类图的讲师 Joyce 做个对谈。因为他跟那个讲师是好朋友，然后万芳对人类图也蛮有兴趣的，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敲定了一个时间，就其实还蛮。就是很蛮轻易的，对，我觉得是一种缘分，对，要水到渠成的感觉。你不觉得你从一开始聊到现在，你要开书店，好像都巧合，对，而且都很顺利，你不觉得吗？其实我开书店一直到现在，我在敲活动上其实都还蛮顺利的，真的。对，譬如说我们先来讲好了11月到12月底有没有特别大型的活动？因为其实之前的活动我们都在比较前半年都先把安排好，对。然后在11月的话，可能就是像有编织课，手作的编织课，还有编织课，对，是朋友他会来上课。是。那另外还有就是李平遥，就是那个名作家李平遥，对，他会来。带大家进行一场朗读的活动，是像之前我记得还有我们客语的歌手去演唱，有黄伟杰，对啊，还有罗思荣老师，他们都很棒哎，他们也算是诗人，在歌里面也可以唱诗的那种，哇，所以活动很多。那如果想要知道你们详细的资讯，可以到哪里呢？就是脸书搜寻瓦当人文书屋就可以找到。瓦就是砖瓦的瓦，对，当就是当然的当，当然麦当劳麦当劳的当然的。对，我可以讲个题外话，就是我们书店不是有个本字吗？结果一开始人家以为我们是当铺，然后我们又叫瓦当，然后他就说你们这间是当铺吗？我说不是，好有趣哦。对，讲到那个本，为什么要用那个？因为它是日本的书店，他们都会贴个本字，那它是日本的 home。日本的本屋就是honya嘛，是。那因为我本身我也会日文，是，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是
书店也很多一些比较日系的风格的东西，对，而且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对。不过讲到书本，讲到本子，我就看到这一本就不一样了啊，这一本叫做《逐步东行》，听起来就是等于竹东了嘛。对，这个刊物是怎么来的啊？介绍一下。这个刊物其实它是竹东国中的一个美术班的老师，他叫彭雅芳老师，是他带领竹东国中美术班学生一起做，我们看一下哦，这个镜头，哇，这么多哦。对，一起自采自编的一本刊物，然后那时候当初我们会一起合作，其实是因为我本身就是编辑出身，然后他们在第1期的时候，这已经到第3期了，已经第3期了，对，然后第1期的时候他其实有来。先把他们的那个初稿的拿来问我的意见，那我给他一些就是小意见，让他修改一下。对，那后来我们就是都有赞助他们。哇，你怎么佛心来的？佛心，小孩子有没有吃饱？因为觉得小孩子蛮瘦的，需要大家捐款。所以现在已经发行到第3期了。对，每一年一年一期。哎，这个很有诚意的一本刊物哎，因为光看纸张就不一样了哦，这里面的内容。都是学生自己画的哦，学生自己画的，对，自采自编，然后自己拍摄，对，哇，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刊物。而且他们是用 Word 去编哦，就这么，不是用那个排版软体，是用 Word 去编排的。那也要刚好你也之前在杂志社待过嘛，我想你也给了很多的意见，对不对？第1期的时候，然后后来他们就自己就大家有学长姐会回来带他们，是，他们一年做的比1年好，也变成，我想也变成人文书，还有变成竹东一个很棒的风景了。对，我觉得，我们就是做一个结合啦。所以在店里面可以，这个是免费索取，免费索取，然后各个其他独立书店我们也有，就是在发送几本，那大家也可以去各个独立书店去索取。不过讲到竹东，我觉得真的太特别了。你不是客家人，这个在地的竹东人，对不对？对，你可以讲3个吗？爱上竹东的理由吗？你不可能待那么久的。我可以说，我一开始是不爱的嘛，我就知道你心里要讲这个。就是我刚回到竹东的时候，我是非常不习惯，因为我之前都待在台北，而且我是台中人，台中也是比较大都会的地方，什么都便利嘛。我到竹东的时候，我其实人生地不熟，朋友有没有在那边，然后自己带小孩，然后我就开始，我觉得这样不行，我就开始带着小孩去大街小巷各个地方这边走动，然后去市场，去了解它，对，然后去认识朋友。后来就是大概1、2年的时间，我才慢慢的去爱上竹东，然后去发现竹东它的美好。是，其实竹东它有山，然后它各个文化它有原住民，对，然后闽南人、客家人，它其实很多元化包容，对，然后而且它有头前溪，有溪有山有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小九份的感觉，因为它是斜坡式的，像我们书店也是在斜坡的最上端这样子，所以其实要来竹东一趟，才知道它的美好，而且它真的是生根在那边才知道它的好。所以我也很希望啊，这个瓦当人文书也变成竹东美好的之一。就是以后大家去竹东一定要去瓦当人文书。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说，对。3年的时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吧。这个书屋经营到现在，你自己心里的感受怎么样？其实是最大的感触。其实一开始是真的很辛苦，因为大概有前半年的时间，你不要说平日没人，连假日都没有人。一只猫都没有进来，现在连猫都有了。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些固定的常客啊，然后有一些人很喜欢我们的书店，然后活动也越来越多人参与。是，对，所以就觉得很感谢大家，很爱护我们。对。当我知道从0到现在，慢慢的有自己想要的样子出现了这个书，可是我也很想知道，接下来你有没有想把书带向你自己理想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在从事书之外，别的就是比如复合式经营的方向，比如说我们你来竹东玩的游客，他可能没有地方，不知道住哪里，因为比如像吴明老师，他那时候骑单车在环台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哪边可以住？对，那我们很希望就是也许我们可以去
开另外一间青旅，是，然后跟我们的书店做结合。对，我们就很需要再做更多跟社区对，或是跟社区更多一点互动的活动，更深的交流。对。好啦，我很期望看到不同的瓦当人文书往进阶的方向走。但是在这之前，谢谢你的辛苦，在竹东留下这么多的美好。不会，应该的。我知道真的经营书屋很辛苦啦，好不好？是很辛苦，可是我们很快乐。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时间来不及了，真的本来想好好让你跟你老公说几句话的。哎，来。10秒，10秒吗？谢谢老公支持我开书店。谢谢燕华来了，好不好？下次再带着老公还有带小朋友一起来聊聊你们接下来的瓦当人文书。好，谢谢了，谢谢。沈蒙太家分享竹东的朋友一听到去瓦当人文书请下注意陈烟法好好了解一下竹东这个地方。好嘞，等下运动一下，莫走哦，待会回来。